诗篇115篇，上主啊，眼光只有归乎你，只有归乎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，愿眼光归乎你。你若要互外邦人讲，因的上帝伫倒位？阮的上帝伫天顶，拢照伊的旨意做代志。因的偶像是人的手，用银用金所铸造。因有喙袂讲话，有目睭嘛袂看见，因有耳孔袂听见，有鼻孔嘛鼻袂着。因有手袂摕，有骹袂行，因嘛无用牙后出声。做因的倚靠因的，拢亲像因。以色列啊，着倚靠上主，伊是你的帮赞，你的盾牌。阿伦的家啊，着倚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赞，恁的盾牌。恁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倚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赞，恁的盾牌。上主关心咱，要赐福予咱，要赐福气予以色列的家，要赐福气予阿伦的家。敬畏上主的人，无论大小，伊要赐福予因。愿上主加添恁的人数，加添恁甲恁的子孙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赐福气予恁。天只有属上主，伊将地赐予世间人。世人袂称赞上主，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的人嘛拢袂。总是阮要称赞上主，对现在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